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係李小泰先生。今日同李承轩老师來同大家做一下毛巾操哈。你都有看到老師大家坐墊上的，你今日教的是比較適合你打民衝檔，或是在坐墊上、瑜伽墊上做嘅毛巾操哈。你下都同請老師來同人示範一下。體用是做改善你的體態，仰卧起坐仰卧起身。一般你的仰卧起坐相信你會講，我做唔起來，做唔起來唔講你係拿的毛巾那些是做好做你要用仰卧起身好，對，到這樣子，都兩是做得下來其實你做100、200，你會起到當輕鬆。其實做多100以後你是會起到請個對你的腹內外直肌還有我們的髁腰肌都是很大的一個運動效果好，起來下來好，慢慢來慢慢來，然後起來的時候慢慢吐氣，慢慢吐氣，然後再下來吸氣好，其實你嘛做得好，空氣了一些，好，大家聽5秒鐘1、2、3、4、5下來你慢慢來做對你的腹部底下動都已經講了個嘛，核心肌群動就好好，下來好，再來上來2、3、4、5，好，下來那是第一個動作第一個動作對你那個腹內外直肌和腰肌都很有幫助再來第二個就是平躺 L 型抬腿就是我們平躺我們直接抬腿對你那個運動因個肌肉群滿有力的一些好滿有體力和抬腳善用的毛巾把我們的那個腳掌拉直好，拉直來。其實拉直你看來講當簡單講其實落好切掉了的時間你會笑你真緊是又脹咯運動因個好後生的唔怕其實做落得都好切係你運動因歲數多冇法度落都按過你有嘛當好咧慢慢走又原因一水起到喲你按當輕鬆是做走到按用音好，再來一次好，做得慢慢落起來好，大家從下來做大家做當好好，你係停一下動作你打瑜伽墊上也做一種那樣動作水木民衝檔你也做一種那樣動作來從你的體力這都恢復得好好來而且增加我們的肌力尤其你衛福部動重視的肌力尤其老人家的肌力肌力流失一些對於我們平常的日常生活有時候又都因行路也會動會對頭是因為肌力不好就會這樣好我們第3個動作是平彎側躺平躺側彎好，就是我們把毛巾呢拉直好，然後雙腳就是併攏也可以稍微開都可以稍微開可以好，大家時間你是用右手出力落出力落好，像你給你按手腕其實按摩好比較不好，2隻手要打直毛巾可以拉長一點點好，再拉不是右手拉用力對像你按那些右手出力經過毛巾都左手來然後呢它會直接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到我們的腳部去好，再來換左邊
好像这强烈啊那些就嘛慢慢的算哦哈，算一下你的这个秒数哈，可以拉到10秒钟左右，因为你躺在床上哈，或是在瑜伽垫上。好，再吸气回来。好，再过去，右手出力。好，2、3、4、5、6、7、8、9、10。好，吸气回来，然后再来慢慢用左手出力。好，1、2、3、4、5、6、7、8、9、10。好，回来。好，从你安的时间哈，你嘛做得用这种方法哈，脚打开来对，啊，脚打开来，哎，从你安嘟好哈。好，你你紧手出力，紧手没有正手，紧手出力落，哦，落过去的时间哈，做紧脚出力，嘿，紧脚出力。你的也是紧手出力啊，紧脚出力，你会起到力量哈。切只打两片出来，倒毛巾，倒手两位，然后会倒你个脚改于呢，你会起到有一只力量打了于呢来哈，这样子会变成一个循环哈。好，回来，好，再来，现在左手出力，左手出力的时候，你左脚出力，哈。你会感觉讲，你左手在出力，左脚在出力，你会感觉讲，你手出力倒毛巾倒你手啊，会倒你个脚底下来，呀几只其实会一只循环，哈，对你像是睡梦踢哈，失眠啊，你用也有帮助哈。好，回来，好，你要是跟别人教的3只动作，哈，你也来复习一下。你要3只动作哈，第一个，哈，从你个提一只动作哈，一样，你要毛巾一条落hand咯哈，一条落hand来，很一样来摸法图，你会起到摸力了哦。好，来做一下，做5个哈，1，好，2，太快，哦，3，然后。算一下啊，2、3、4、5，然后吸气回去。好，再来2、3、4、5，吸气回去。再来吐气，2、3、4、5，好，吸气回来。哦，这样子虽然很轻松，你觉得很轻松。哎，做多了，你如果做个在家里做个10次、20次，你就会发现到后背来哈，你是穿出力唔得的哈。好，第2个是平躺 L 型抬腿哈。好，我们就直接把毛巾弄在我们的脚跟上，抬起来哈。好，用力，这个时候也要稍微用力哦哈，稍微用力拉哈。把这个重量整个拉下去，好，4、5、6、7、8、9、10，好，稍微放松一下，休息个5秒钟左右哈，再来拉一下哈，好。1、2、3、4、5、6、7、8、9、10，好，休息一下，再好，2、3、4、5、6、7、8、9、10。好，其实哈，从你安哈，你嘛做的，再拉一下哈，拉一下，把你的身体哈稍微抬起来一点点，对，从你安哈，你做进阶从你安，
俩安那些，唔是你的腿肌，连你的核心肌群全部会用到哈。俩是利用额外再讲一下这个好。来做提上行哈，平躺侧弯哈，先脚并直的哈，先脚并直的，好，好，好，右边用力哈，右边用力，好，2、3、4、5、6、7、8、9、10，好，再换另外一边哈。好，这个来算哈，算一下哈。确认你那些哈，你个力量这个的感觉哦，有力度个你个后背内，有一只 cycle 哈，有一只个循环哈，你会好起到哦，个动又会脏差动作哈。左你也是咧用脚打开来哈，脚打开来，你也是你也前手出力，前脚也出力咯哈。然后选你个最小10秒嘞哈，那么快，好，在左边哈，左边好，左边用力也先左脚用力哦哈，1、2、3、4、5、6、7、8、9，然后再慢慢回来哈。在坐着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吐气哈。好，再来另外一边，慢慢吐气。好，继续做哈。好，抬架向下来做哈，一样要用到力哦哈。好，啊，很好，大家都做得很好哈。你啊，差不多，你啊3只动作抬架做复习一下哈。好，你啊抬架跳起一下，休息一下。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别同李承轩老师来抬架来做下毛巾操哈。抬架你也准备下个毛巾出来哈，同你老师共下来做下个毛巾操哈。今边老师大概坐垫上面，抬架是地，你要坐垫，莫是在床上，做这个比较好，对你身体循环会好的个毛巾操，第一只今边来到3行第一只是你通毛巾，打折接下来，接到好碰到哦，变到你屁股个下背是要下背。然后你用个抬腿压臀好，像这样，像老师因为你也会略出力通你个脚往你个身体拉因为对嘛个有帮助对你的臀大肌、乳状肌其实对你的膝盖也有帮助对你因为膝关节不好松开来。去地背个膝关节液也有帮助会帮助到。好，换一只脚。好，有的人老人家弯唔到按弯，该唔怕，你是聊好轻松的我像俩人也唔怕，有弯是做的。有个慢慢的，你今别做，慢慢的日做日多以后。你做像老师弯到动弯那些对你个臀大肌、梨状肌还有对我们膝关节液地背这个关节液都会有帮助好，像俩人动轻松俩人动轻松，对不管你是老人家也后生人其实对你个关节有帮助的。人日按照心头放弃了模式，就时间打在瑜伽垫上，你是在做一下两种动作当然你嘛会算一下你个秒数像你其实有嘛做有嘛是强壮，又出力的先要慢慢吐气以后慢慢的
吐气，然后一样为个算一下，你要做10秒钟左右哈，讲弯脚脚哈。好，好，你来做第二个动作哈，第二个动作，双腿并拢起坐哈。然后哈，你水通毛巾表到你嘅脖子啊，将近下背，好，脚了好弯对哈，脚再弯一点可以啊，好，对，起来哈，嘿，很容易，好，当然就当然有嘛，从了有嘛有腳打起來，腳打起。像老師佢做的打氣是做重的起來當然佢也是好輕鬆是做重啊起來，完全起來，有的人是腳會卡起來像這樣是比較不及格的腳表現按注意好好，當然做到像老師安那些，佢做一半是做的OK 就這樣，是按用音。連持久動音嘅核心肌力、肌群冇好一些，是冇法度做到按用音強烈按用音其實有人講我會切菜全部做唔起來你是做用嘅毛巾出了好出力落一下落一下其實放起來的落起來以後是反葉腹橫肌、腹直肌那些在用力的好，再做一次做好，可以再上來一點好，按音你嘛做算一下10秒鐘10秒鐘來好，下來，好，再來好，好就都已經做唔起來一些是腳彎起來唔怕腳彎起來再做好，這都會同樣會用到你好冇同樣的肌肉群了好，再來我們做一個縮腹抬腿縮腹抬腿好，我們就把毛巾折成一團，然後放在肚子下面。頭先用到的肌肉是你也個腹直肌，個個腹橫肌我們就用我們的腰方肌、臀大肌還有半腱肌就是縮腹抬腿這時候當然你也還是要縮腹一下，然後抬腿打直當如果係要到你做唔得短過你了好帶到唔怕做卡起來其實有個作用對你也個腰方肌、臀大肌、半腱肌都會有起到作用毛巾在下面是對我們的這個也有幫助對你個講會好最用力用得多了好，再來好，你要是準備介紹的三角縫隙三角筒罩從第一個開始再來做一下複習一下好，抬腿壓臀抬腿壓臀好，這時候抓時間意思最同你個腳撞到好接近你個肚臍來抓那些對你個臀大肌、梨狀肌都有幫助當然不是臀大肌、梨狀肌挺對我們的膝關節的關節液都有幫助好，像老師這樣子這樣子拉對自己的膝蓋會有幫助，尤其有的人厲害人動作佢冇法度嘅像是膝關節會傷到的人，佢用那種也會慢慢就會有幫助大家從下來做大家做當好當重要的你呼吸還要調整一下好，像這樣
你啊就嘛做算一下哈，2、3、4、5、6、7、8、9、10，哈，因这样做表下来，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来，莫强紧啦，哈，就因莫很紧，是慢慢来，哈，来再来，好。再拉下去一点哈，走落下都好，3、4、5、6、7、8、9、10，好，放轻松，再一个，好，2、3、4、5、6、7、8、9、10，好。好，我们来做第二个哦，双脚并拢起坐哈。好，好，抬架向下来做哈。好，脚打直。好，2只手用力往上哈拉，对，然后你可以算哦，2、3、4、5、6、7、8、9、10，这老师很强哦，他都可以做得很稳哦。好，再来2、3、4、5、6、7、8、9、10，好，下去。好，像这样走的稍微休息一下哈，再做一下哈。好，再来2、3、4、5、6、7、8、9、10，好，哦，像你安哦，聊去认为去给腹直肌、腹横肌都会用到力量，哦，所以你做了的时候呢，就稍微休息一下哈。好，我们请老师再做最后一次哈，给大家看一下，标准一点哈。好，再来。起来，2、3、4、5、6、7、8、9、10，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做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动作哈，对，收腹抬腿哈，收腹抬腿，好，好像这样子，我们就嘛要注意哈。脚扁平来哈然后脚抬起来再抬哈，抬起来再数秒数，像脚抬起来先，你是要慢慢吐气哦哈，这样才不会插到气哈。3、4、5、6、7、8、9、10，好，休息个2、3秒，好。再来，抬起来，拉直，2、3、4、5、6、7、8、9、10，好，再休息2、3秒，做个3连做哦哈，抬架强行会做连来哦哈，抬架强行做连来，好，抬架做动好哈。动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哈。好，自己要算一下秒数哦哈。2、3、4、5、6、7、8、9、10，好，很好，继续做。那看抬架就做得动好哦哈。系啊，近边你是通抬架复习加上行哈。抬架大步卡又喊是来做一下哈，对这个身体动有帮助哈。好，新梦抬架，再见，拜拜。